歡迎嚟到屯門官立中學。大家好，我哋係屯官 AI 學生主持人，今日想同你哋分享一下我哋呢個充滿愛嘅校園生活。喺呢度，我哋唔單止係學習知識，更係學習點樣成為一個更好嘅人，令我覺得特別有意義。屯門官立中學非常重視全人發展，致力於培養學生嘅多元才能。我哋嘅課外活動種類繁多，涵蓋文化、科學、STEAM 同國民教育等各個領域。每年，我哋會舉辦各種文化活動，例如音樂、舞蹈等，培養學生文化底蘊。喺科學方面，我哋嘅實驗室同創新項目令學生可以動手實踐，激發佢哋嘅探索精神。此外，我哋亦注重國民教育，鼓勵同學哋關心社會，培養責任感同使命感。呢啲多元化嘅活動唔單止令學生喺學業上取得佳績，更令佢哋喺人生嘅各個方面全面成長。而家，我哋要向大家介紹屯門官立中學喺2025年 DSE 中表現優異嘅同學。佢哋喺文、理、商科嘅成績都非常出色，展現咗我哋屯官學生嘅實力。首先，恭喜陳朗婷同學成為屯官喺2025年 DSE 成績最優異嘅學生，獲得5科5星星及2科5級嘅亮麗成績，可謂文憑試榜眼，並成功升讀香港中文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環球醫學領袖培訓專修組別。好多老師都會俾唔同嘅 past paper 我哋做啦，都好齊全啦。咁我就可以即係喺考之前咁就操晒所有 past paper 啦。同埋我喺中六嘅時候讀書都有啲瓶頸位啦。咁學校又會安排一啲即係之前一啲 DSE 入邊考得好嘅師兄咁就翻嚟幫我哋。咁嗰個叫 Star Program 啦，咁就可以即係令我哋學識可以即係考得更加好，即係點樣讀書，點樣可以溫書咁樣。所以我覺得真係屯官真係幫咗好多咯。點樣可以即係做好一啲時間分配讀書上咧？我就覺得即係唔好將所有嘢逼到去即係 Form 6之後先溫啦。咁如果唔係你就會好辛苦咯。咁我就建議咧，即係可能會教完一個 topic 啦，即係可能譬如一啲特別係理科就溫咗個 topic，然後再操埋嗰啲嘅 past paper，然後即係一步一步循序漸進。初中嘅時候其實對自己冇乜自信嘅，喺方科嗰陣咁教我生物科嘅沈尚林老師，佢就俾好多自信我啦，即係同我講只要夠努力就可以喺 DSE 度考到一個好嘅成績啦。有時我啲問題要問佢嘅時候，佢都好樂意解答我啦。即係有時我同佢可能傾一啲生物嘅問題，就會傾到可能夜晚6點半咁啊。所以我覺得佢係好 dedicated 嘅一個老師咯，同埋校長嗰陣都有嚟關心我，所以我覺得呢個即係好窩心咯，係一個屯官嘅好人好事。第二位係入讀香港大學牙科學士課程嘅盧偉儀同學，佢喺理科科目嘅成績尤其出眾。佢喺7個科目共獲得4科5星星、2科5星嘅驕人成績。記得我喺中六嘅 Pre-Mark 嗰陣啦，我嘅成績就遠遠不如理想嘅。咁我嗰陣時對自己好失望啦，但係我就好慶幸有好多老師同埋同學嘅鼓勵，咁等我重新振作翻。喺屯官其中一位令我最難忘嘅老師就係梁以正老師啦。當我喺學業上遇到困難或者覺得迷茫嘅時候，我都會主動揾佢傾訴。咁佢每次都會提供好多好有用嘅建議俾我。我好記得我中學嘅時候，因為一啲個人原因就缺席咗幾日嘅。咁佢嗰陣時每次都會幫我補翻上堂嗰啲嘢啦，直到學校閂門啦。最尾咧都令到我數學水平有咗好大嘅提升啦。畢業之後我就最懷念屯官嘅人情味啦。我就好記得我中六嘅時候，當我哋班喺做數或者做操卷嘅時候，遇到任何唔識做嘅嘢啦，大家都會一齊諗方法啦。咁我就好中意呢種學習氣氛啦，咁亦都係令我最懷念嘅一樣嘢。第3位係李欽威同學，熱愛理科科目嘅佢，獲得2科5星星、2科5星嘅佢，成功入讀香港理工大學放射學榮譽理學士課程。為我帶來正面影響嘅老師就係賴 Sir，咁佢係教我哋
高中數學嘅。咁其實我喺呢個中學生涯讀緊 M2 嗰時咧，咁都有好多困惑啦。跟住我就有呢啲疑問啦，我就去問賴 Sir， 但係冇諗到賴 Sir 佢一直好堅持鼓勵我去繼續完成 M2 呢個學業啦。咁我自己都會受到佢嘅啟發。我畢咗業之後咧，其實都好懷念團官嘅人情味嘅。咁例如啦，我哋有家長教師會，佢哋每 turn test 啊、exam 同埋臨考 DSE 之前咧，都會派好多糖水啊，或者派好多嗰啲解壓玩具俾我哋。咁我覺得其實喺我備戰 DSE 嗰時就為我帶來好多幫助啦。返到團官之後都好有歸屬感啦，都覺得呢度好有互助互愛嘅氣氛咯。我覺得係好有人情味嘅。中學生涯最令人困惑嘅事就一定係 JUPAS 揀科啦。咁其實學校嘅持份者，例如有生涯規劃組嘅老師啊，或者啲社工，佢哋都會去定時舉行一啲講座啦。咁例如從中四、中五、中六開始，佢哋都會逐步咁介紹成個 JUPAS 揀科嘅流程係點樣啦。同時佢哋都會有讓我哋自己去更加了解自己嘅性格特質啦。咁我哋先可以揀到屬於自己心儀嘅科目。而且佢哋仲教我就係揀科係一定要以興趣為先嘅。咁因為有得興趣，你先會有讀落去嘅動力啦。咁你先會有喺呢個方面有所成就啦。李振奇同學喺理科科目嘅成績均十分亮眼，並憑住2科5星星、1科5星、1科5級嘅成績，成為香港中文大學理論物理精研嘅新生。咁我每日返到屋企都會抽2到3個鐘去做一啲 past paper， 最終都可以喺 DSE 嗰度攞到唔錯嘅成績。我認為咁樣係可以長時間咁樣鞏固你學到嘅一啲知識啦，而且可以等你更加有效咁樣去預備 DSE 嘅考試。咁我最懷念嘅係喺團官同啲朋友一齊喺個課堂上面去做數學題嘅呢個時光啦，因為大學多數都係自己一個上堂，跟住自己一個行。然後我喺同同學一齊做 past paper 嘅時候，都學習咗好多啦。通過佢哋嘅嗰啲諗法，可以更新一下自己嗰啲思維。陳天南同學獲得4科5星、1科5級佳績，入讀香港理工大學職業治療榮譽理學士課程。喺學習嘅路上，我哋難免會遇到大大小小嘅困難。喺早排我隻腳整親嘅時候，我都遇到一啲困難，例如我冇辦法孭住書包上落樓梯啦。喺呢啲時候，好多導師、同學、社工都好主動咁樣協助我，問我需唔需要申請搭升降機。我認為佢哋嘅幫助令我更加好咁樣從頭學習嘅生活。令我最難忘嘅老師就係我嘅高中班主任楊秀儀老師。楊老師成日提醒我哋要平衡學習啦，同埋自己嘅生活。佢成日都提醒我哋咧，有困難嘅時候要同其他人分享，例如可以揾佢啦，佢都好樂意提供幫助。喺升咗上大學之後，我哋嘅上堂時間同埋上堂嘅課室亦都冇好似中學咁固定。呢啲時候咧，我就會諗翻起喺團官同同學、老師一齊奮鬥嘅日子，呢啲日子同埋呢啲人情味咧，令我覺得特別難忘。張少成同學喺數學科目特別出色，獲得5星星佳績，其餘科目亦獲得1科5星、3科5級嘅好成績，入讀心儀嘅香港科技大學理學士經濟及金融學課程。我喺團官學習咗6年啦，我亦都參加咗好多唔同嘅團體。咁其中最令我難忘嘅事件同埋記憶就係我參加咗綠社，做咗副社長。咁唔同嘅社員同埋我哋社長、副社長幹事之間嘅合作，就令我覺得好
難忘，同埋令我學習到好多嘢。同埋我亦都參加咗中樂團，做咗團長。咁我哋一齊去訓練、比賽，同埋一齊學習，都係好難忘嘅回憶。首先我就好想多謝唔同嘅老師啦。當我喺學業上面遇到有任何嘅困惑，我直接 WhatsApp 佢，佢都會即刻去回覆我同埋解答我嘅問題。第二就係當我有任何可能係冇動力啊或者迷惘嘅時候，老師同埋社工都會願意去解答我嘅困惑，同埋我嘅同學亦都會一齊去支持同埋幫助我。咁最後我亦都想多謝學校同埋校長佢哋。當我覺得有一啲活動想參加，或者覺得有一啲政策可以改嗰陣，學校都好願意咁樣去聽我哋嘅意見，同埋為我哋作出改變。而伍樂欣同學則以兩科5星、兩科5級成績入讀香港大學測量學理學士課程。喺高方呢3年入面咧，都遇到唔少嘅困難啦，亦都有唔少嘅疑難啦。我相信有唔少同學高方揀科嘅時候咧，都係聽可能前輩啊、身邊啲家長啊、朋友覺得邊一啲科出路比較多啊，而去揀而唔係為咗興趣，或者根本唔知道自己興趣係啲咩，所以揀咗先就去讀。根據我自己嘅經驗咧，當有困惑嘅時候，都會尋求身邊嘅老師仲有同學嘅幫手啦。特別係我自己高方嘅時候，都成日走去揾 Miss Yip 啊、Miss Learn 啊、唔同老師counseling。佢哋都好樂意喺課外嘅時間聽你嘅傾訴啦，亦都會俾好多中肯嘅意見你哋。你亦都可以將你心入面嘅一啲困惑啊、疑慮同身邊嘅 friend 講嘅，因為佢哋都係成日同你相處嘅人，佢哋都會明白你，然後可以同你分析下點解你會有咁嘅原因啊，你應該點樣做咁樣咯。最後一位係黃敏詩，佢憑兩科5星、一科5級成績入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榮譽文學士課程。我喺屯官遇到有好多好好嘅老師，亦都幫咗我好多。我覺得佢哋唔係淨係教我知識咁簡單，而係即係對我嘅人生歷程嚟講係有好大嘅影響。咁我首先最想多謝嘅係我中1嘅班主任布廷軒老師。其實佢只係教過我1年英文，佢就俾咗好多意見我啦，同埋好支持我去努力咁樣讀書啦。然之後佢仲會即係成日都去回答我嘅問題。我記得我study leave 嘅時候，佢幾乎幫我哋練咗10幾20次 speaking。即使佢唔食飯都好，佢都好想擠啲時間出嚟聽我哋講嘢，同埋關心我哋。所以我覺得佢係一個好善良同埋好善解人意嘅老師。之後我想多謝嘅係我嘅經濟老師 Miss Yip。咁我喺中5嘅時候啦，就覺得曾經有一段時間失去咗動力。佢係理解咗我嘅感受先，然之後再同我講話，其實好多人都會經歷呢啲時刻。佢就叫我每日都 WhatsApp 佢，佢就會俾翻啲 feedback 同埋鼓勵我。Miss Yip 係堅持咗幾個月咁樣去覆我同埋鼓勵我，令到我即係揾翻我讀書嘅初衷，同埋我更加有動力去讀書。除此之外，我最想多謝嘅係我中6嘅班主任楊秀儀老師同埋歐敏華老師。經常喺高中呢3年同我喺教員室門口嘅長台同我講嘅説話，我都有銘記在心。我畢咗業或者未來想做啲咩，我會答你成全。我想做一個老師，繼續好似佢哋咁作育英才。多謝屯門官立中學同屯官嘅老師對學生嘅關心同支持。正因為你哋嘅悉心指導同無私奉獻，令每位屯官人都能夠喺學業同生活上茁壯成長。我哋秉持一日屯官人，一生屯官人嘅理念。無論我哋身處邊度，屯門官立中學價值觀都會伴隨住我哋一生，將 We Care、We Share 嘅精神發揚光大。呢度唔單止係我哋求學嘅地方，更係我哋成長嘅搖籃，培養咗我哋嘅品德同責任感，亦會激勵我哋喺未來嘅生活中繼續關心他人，回饋社會。多謝大家嘅關注，期待喺屯官同你哋相見。拜拜。